午休鐘聲響起嘅嗰一刻，三姐弟喺3個唔同嘅學校各自打開自己嘅飯盒。家姐坐喺窗邊嘅位置，陽光落喺飯團上面，佢溫柔地握住飯團，好似可以從米粒嘅溫度入面讀懂媽媽嘅愛。另一方面，二弟台上散住仲未收好嘅彩色筆，佢打開便當時嘅第一眼係亮橙色剝好皮嘅桔仔，就好似一粒小太陽照亮咗佢成個午休嘅心情。唔知佢知唔知道，其實媽咪嘅愛已經悄悄咁滲入。三弟就坐喺操場旁邊嘅長椅上面，陽光影影住提子同小番茄，又亮得好似玻璃珠。佢食得專注又開心，就好似完成緊某種只有佢識嘅儀式。對佢嚟講，便當就係世界暫停嘅按鈕，再嘈嘅操場，再大嘅風，打開嘅一刻就只有一個人嘅美味。3個仔女各自喺唔同嘅地方、唔同嘅風景入面，但係同時食緊同一份味道，享受緊同一份母愛。每一日嘅飯盒就係母愛變成飯盒盒入面亮晶晶嘅小寶石。大家話係咪？希望今集嘅菜式可以啟發到大家。多謝。